澳洲嘅全場統計數字咧，西班牙嘅進球係50%，對住咧澳洲嘅40%，多謝西班牙嘅球次數咧係遠超過澳洲嘅61次，8隻中籠，一粒都6次嘅咧係國球嘅追倍。咁啊睇到咧呢場賽事睇到整體嘅統計數字咧，可以話最後咧打出嚟呢一個嘅比數咧非常非常之合理嘅，即係個人咧係會質疑咧西班牙係贏波嘅合理性嘅。咁呢場賽事方面咧，西班牙整體嘅發揮可以話咧係好正常，亦都係有好大嘅輪換，咁啊亦都並冇影響到咧西班牙呢場賽事整體嘅實力嘅話，咁啊或多或少都有少少影響嘅。不過整體上咧個實力始終咧就係同澳洲咧有一定個距離啊。咁啊雖然咧就係初段咧都受制於澳洲嘅硬淨嘅打法啦，咁啊但係隨住一路嘅時間去啦，咁啊加上咧對球員嘅信心翻出嚟之後咧，亦都咧就係憑住咧就韋拿喺36分鐘一個好靚嘅入波咧，就打起晒成隊嘅信心。咁啊一路打落去咧，其實澳洲可以唔輸咁多嘅，不過今日嚟講咧，澳洲就冇話刻意去個防守，就索性咧就同咧就係西班牙嘅對攻，咁結果咧就換嚟一個0-3嘅大敗啊！咁啊可以話咧係叫做豪端嘅一個批評啦，就係咧就並冇咧去到咧係讓自己力量啊，去到咧就係同西班牙對攻嘅，而且上就係叫做0-3嘅大敗。睇翻呢場賽事一啲嘅技術分析嘅，可以話咧好多嘅分析睇翻呢邊咧西班牙啲嘅戰術運用㗎。嗱，見到啦，咁我哋開咗初段咧，其實你見到澳洲真係唔係話喺後場就打一啲嘅咁就去守咧，就係西班牙嘅。佢明知實力上咧都係同西班牙一定距離，不過你見到佢哋嘅中前場球員咧都好努力咧，喺前場就已經做一啲嘅壓迫㗎。咁啊，剛才已經見到啦，對住啲澳洲球員啦，當西班牙嘅球員咧喺後場做一個橫傳咧，澳洲球員咧亦都會咧就係話喺後場咧就係作出啲即刻嘅作出嘅壓迫㗎。咁啊，相對咧就係西班牙咧，開賽初段咧就唔係話逼得咁緊啫。咁啊，有嘅咧就澳洲隊咧就係喺後場慢慢猜。咁啊，西班牙球員咧亦都會咧就係做出一啲嘅遮線啦，令到對手唔能夠打前嘅啫。咁但係咧就好少咧就係作出咧向前壓迫嗰個動作啊。咁所以咧就係導致咧初段嚟講咧，西班牙都有好多嘅誤傳啊，尤其是咧就係要踢長波時咧，往往咧都係咧就係有少少偏差，亦都咧就係逼到咧就係對手喺一個角球個組織裏邊咧，由西班牙方面咧壓到對手咧要交翻到去自己嘅球門裏邊嗱，今次亦都係啦，因為澳洲球員咧前場嘅壓迫啦，令到咧就係3比1嘅網數咧。咁呢個傳球嘅準程度咧，亦都係相對減弱。嗱，再睇睇啦，西班牙啦，咁啊大家嘅分野就係咁啦。澳洲就喺前場就壓迫嘅，咁但係西班牙咧就係往往咧就可以俾你咧就係喺中前場咧都攞定個波嚟踢。不過始終啦，咁啊過到嚟咧，澳洲往往咧能夠將個波運到去三甲線入邊嘅，不過咧就係往往喺最後一腳嘅傳送啦，或者咧就係殺到去啲危險地帶咧。喺中間嗰個組織嘅程度咧，唔係話十分之理想啫。嗱，亦都可以睇睇阿韋拿嘅走位啦。咁啊，當托里斯走咗出去之後咧，韋拿咧就好自然咁攝入去中路嘅位置。呢個波亦都係咁樣咧，靠住韋拿嘅喺禁區裏面咧攞到波之後咧，就將個後抽咧就傳俾嗰邊嘅佐迪艾巴。咁啊亦都見到啦，咁啊西班牙方面啊，咁啊啲球員嘅走動嘅位置大概上咧會係點樣啊？咁今日嚟講咧都冇話太過側重，就只係開賽初段咧就因應翻咧就係澳洲啊，咁啊個右後防方面有啲漏洞啊，所以咧就係大多數會喺左路進攻。不過入第一個波咧亦都係咧就係喺右邊喎，今次咧就係因為斯達一個好靚嘅直接啦，打到方位度，結果咧就中環啊呢個右後防嘅球員咧就冚到上去，亦都出咗個靚波造就咧就係韋拿射成1-0嘅。咁上半場嚟講咧就係西班牙嘅攻勢咧就射中門啫，知道人嘅實質嘅輸波嘅啫。咁但係咧亦都憑住大衛韋拿嘅妙射啦，先開紀錄。咁去到下半場啦，大家亦都睇到澳洲嘅球員嘅步伐係慢咗㗎。冇話咧上半場咁作出一啲壓迫，不過咧就係往往佢自己咧下半場亦都係咧做一啲咧叫做聯防嘅防守啊。咁
隨着時間1分1秒咁過啦，西蘭方面亦都係換出3個嘅後備球員，好似呢個波咁啦。打個反擊，馬達挨住左路啦，見到恩尼斯塔，托里斯已經係喺禁區頂裏邊咧就等候機會㗎啦。咁互相嘅抖動啦。托里斯本來喺鏡頭嘅右手邊㗎，佢頭啤咧因為馬達攞個波打入中路咧，佢就移咗佢嘅左後防方面，結果咧亦都係接應嘅恩尼斯塔呢個妙射咧，呢個選擇將個波就擺到去網裏邊。咁好多時咧見到西蘭嘅攻勢咧就唔係話往往集中於咧喺個前鋒正前鋒度㗎。咁正前鋒托里斯今日咧其實都幾勤於走動啊，佢希望咧就係忽左忽右，令到咧就係自己嘅隊友能夠啦入射入嚟啊。因為好多時咧就係中鋒嘅移動咧會令至咧對方嘅一對中堅咧就冇留意到咧就其他嘅球員嘅位置啊。好似呢個波咁啦，3個防守球員咧都係望住個波，最終個波咧就係放到3次啊，將個波運咗過嚟右邊，咁就桑馬達亦都係咧就係好輕鬆啊喺個盲位度走入去咧，攞到個波之後咧好輕鬆之後將個波射成3-0。呢度亦都係見到一啲嘅統計啦。咁其實控球數字方面咧都係55%對45%，其實個相差唔係太十分之遠嘅啫。但係講個射門次數或者射中龍門框嘅次數咧，西班牙絕對咧就係多於澳洲咧，差唔多係2倍甚至3倍啊！冇錯，咁偉文咧剛睇過晒呢隻技術分析啦，同埋咧係統計嘅數據啦，咁可以話咧完全咧係證明咧西班牙呢場賽事裏邊咧係只一個人啦，咁實力上超過呢個咧係澳洲攞到3-0嘅比數啦，可以話係相當之合理嘅一個情況嚟嘅。咁當然係喺同組方面嚟講，亦都咧就係決出咗最後嘅名次咧，包括就係荷蘭咧就係能夠以10名嘅資格出線啦，能夠係好大機會咧係避過東道主嘅巴西。同組方面嘅智利咧，亦都係能夠係兜第2名，但係咧好大機會啊！只要喺陣間較後時間嘅比賽裏邊咧，係巴西能夠係順利呢個咧係攞分或者係擊敗克